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常用这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内感恩。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再念一次，再念慢一点，念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再念一次，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内感恩。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有提到要歌颂他，要歌颂神。我们请就用这首歌，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来歌颂他，我们来颂赞我们的神，用他的歌词，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他。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神羔羊，配得
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醉在何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但当我醉在何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深感
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用赞美的心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拍掌赞美他。哈利路亚！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他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还让你们有欢喜快乐吗？那我们用很欢喜的心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拍掌来赞美他。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天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了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
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得胜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高举得胜的旌旗，高举得胜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我们用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你要战胜苦难，就是要有从主来的信心，阿妹吗？阿妹。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用这首歌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要赞美他，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让我们再唱一次，求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不沉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祷告什么？只要相信。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哈利路亚，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是给我们心在水面的信心，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还让我们用最大掌声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在前面为我们征战，我们要赞美他，哈利路亚。
礼拜我有一个朋友传一个影片给我，他在说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苦难，然后他就照了一张他的车子的那个挡风玻璃，然后挡风玻璃前面是一个卡车，然后机体下面吊了一个吊饰，那因为吊饰离得比较近，所以吊饰看起来就比车子还要大。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吊饰会看起来比车子还要大呢？因为它离你比较近。你把主耶稣放在哪里呢？你把主耶稣放在外面，还是放在里面呢？你是把它放得跟吊饰一样近，还是你把它放得跟卡车一样远？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神主耶稣帮助我们，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把你放在我们的内心，放在内心那个离我们最近的位置。这样子，主耶稣你看起来就会比我们的困难还要大，就会比我们的苦难还要更大。主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不是避难所，我们要来依靠你。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门。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再一次，主，你是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耶稣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来求靠你，我们来依靠你，求主耶稣做我们永远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是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
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众围绕山怎耶路撒冷？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这是你的诗歌吗？这是你在相信的吗？这是你的祷告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开口来称谢我们的主。他说他像一个山把我们围绕起来。在古代，如果有一个山可以围绕的话，就代表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就是他很容易保守自己的心，在患难之外，不陷入在患难之中。如果这是你所相信的，我邀请大家先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感谢主，他已经在你的苦难当中做主了；感谢主，他已经在你的患难当中与你同在了；感谢主，他已经在你觉得的那个患难里面，要开始对你说话。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信息。我们要先开口来感谢神。我们开口，我们拿起麦克风，我们开口要来感谢神，感谢这位战胜苦难的主，感谢这位保护我们的主，感谢这位带领我们出死入生的主。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主啊是你所赏赐的，主啊我们有的你给我们更多，主啊你也带走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要存留如同金晶一样，主啊是被磨练过的，是被擦亮过的，是被主来提升的。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这个晚上，你要再次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主你对我们说你是我们的力量，你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有份，你在我们软弱没有办法有力量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你是我力量，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信靠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再一次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所以我要来向你赞美。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所以我唯独歌颂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所以主我唯独敬拜你。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诚心所愿的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祷告，不是因为别的可能性，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情绪，而是因为我知道唯独敬拜你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确认我的盼望在乎你，我就再一次核对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啊，我就再次相信我的盼望来自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晚上，主啊，就这么刚好，你给我们这个信息，因为你知道我们即将要面对的。主啊，谢谢你，你都知道，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环境，知道我们的现在，知道我们的未来。所以主，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谢谢你预备我们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开学了吗？还没哦，开学了这样子，开工了哈，已经从那个过完年就开工到现在嘛，对不对 ？OK， 好好好。那个在今天要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感谢神哦。我们在这个暑假呢，哇，今天很有 echo， 很有临场感。好，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暑假，我们经历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应该说经历一个很棒的暑假，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个暑假很棒的，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在这个暑假里面呢，我们经历了很多好像是患难的时刻，好像是苦难的时刻，是吗？永恩，啊，
好像是哦，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不对，木轩 ？OK， 好像是我好像已经想好，可是我好像还没有想好，是吗？君毅，我们在这个暑假里面，我觉得很感谢神。在这个暑假里面，我们真的看见一个平台正在开始。什么是一个平台呢？一个平台就是呢，今天呢你在上面卖肥皂，他就卖肥皂；你今天在上面卖脚踏车，他就卖脚踏车；你今天在上面办团康活动，他就是团康活动；你今天在上面赞美神，他就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是吗？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终于发现了。我们终于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经过很多的苦难，是要发现有一个平台，要为神来做，要为神而活，要彰显神的荣耀在那个平台上。请问那个平台叫什么名字？阿们。这就是我们这个暑假胜过苦难的秘诀 ，passion。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段话。可是今天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讲是有一个难度的分享，因为啊，这是一个家庭的纷争啊。人家都说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然后还说什么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可是我们今天好像要来判断这个家务事，所以我觉得今天好难分享哦。不过在要分享之前呢，我们大概可以就是前情提要一下。这个大卫呢，他有很多个儿子，听说他有6个儿子。大卫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大卫王他有6个儿子。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的大儿子叫暗嫩，跟旁边说暗嫩，对，他果然很嫩因为他没有办法抵挡自己的情欲呢，他爱上了他这个大卫的第3个儿子的妹妹。这个儿子叫做押沙龙，跟旁边说的是押沙龙。他妹妹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对，很好塔玛。对，这暗嫩呢喜欢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有一天呢，就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的堂兄弟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坏。如果我们有跟家人之声真的有一直在听的话，我们真的有听到，或是你自己读经有读过的话，这个人叫约拿达。他知道暗嫩喜欢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所以他就出了一个计策，说你就装病，然后装病之后呢，你就可以强暴他。OK， 大概话没有讲那么白，大家意思就是这样。结果暗嫩呢，果然很怎样，很嫩，他真的很嫩，因为他就真的照做了。就照做了之后，发生什么事？跟你旁边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做一件坏事，做完之后你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你的苦难就要开始了。我再讲一次哦，如果你今天做了个坏事，然后你做完之后你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的苦难就怎样？开始了，真的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从那天开始，他的弟弟就是塔玛的亲哥哥押沙龙就定义要杀暗嫩。所以到有一天，他等到机会的时候，我跟你讲，防君子不防小人，小人防不到就算了，小人给你暗箭这样子发射的时候，你就真的是中箭这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死这样 ，OK。有一天真的等到机会，这个机会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喜欢这个剪羊毛，不是他们喜欢，因为那是他们的生财工具啊。他们很喜欢剪羊毛，在剪羊毛的时候，旁边就会有摆宴席。于是这押沙龙呢，因为他就是你知道吗？圣经对押沙龙的形容，有没有人知道对他的形容是什么？俊美，容貌俊美，容貌俊美，是一个大帅哥。然后头发呢，大概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到地上之类的。然后头发呢，就是很浓密，大概中年以后的男生都会非常羡慕的那种浓密。OK， 好，很浓密。然后呢，他就是帅嘛，所以他在那个就是这个又是王子，你知道吗？王子就是人家说的高富帅，他就都有了这样。但是呢，他的心呢，却是一个很暗黑的人。所以，其实在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件事情：外表的光鲜亮丽跟内在
很多的时候不是等号，很有可能是相反的。他定义，因为他妹妹被强暴，他爸爸好像没有什么处理，所以他决定他要杀他哥哥。就在剪羊毛，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一天，他就下手，而且他叫他的臣仆下手，而且他告诉他臣仆一件事情：不要犹豫，做了我承担，你们一定要杀死他。所以就杀死他了。就杀死他之后啊，其他的兄弟啊吓死了。为什么？我们只有6个兄弟，他把这个都找来哈，可能没有第2个，因为他那个第2个兄弟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所以呢，5个兄弟在吃饭，然后你又看着3哥杀了大哥。如果你是4弟、5弟、6弟，你会怎么样？先跑再说吧，对啊，所以他就跑了。这件事之后，押沙龙也跑了，他跑到他外祖父那里，你知道吗？遇到很多事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去找靠山嘛。他跑到他外祖父基述人那边，因为他妈妈是这个不同民族的人，他跑到那边去，然后呢就在那边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约押想办法把押沙龙请回来，结果请回来之后呢，他们就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都不见面，都不见面哦。好好，这时候如果你是押沙龙，你要怎么办？好，我们又出现那个忘记请君毅帮我们做哈，然后帮我们那个选项1，如果你是押沙龙，你会自己去找爸爸把话说完的，选1先不要举手。好，选1 OK。如果你是押沙龙呢，你就会赌气赌到大卫来找你的那一天的，选2 OK。没有选项3哈，选项3不存在。好，我们来选项，你会选1的，想好了吗？选2的，想好了吗？你会选1的举手。OK， 直面对决嘛，对不对？爸爸，你为什么这样？那我杀死了哥哥，好，手放下。好，你会选2的举手。就是等到爸爸老死的那，万一爸爸突然有一天在路上车祸死怎么办？他可能是被马踢到了，对，那时候没有车。好，所以大家会选这样子啊。这个家庭的纷争就是后来没有对话，约押还因为当了中间人，把押沙龙找回来之后，爸爸跟儿子还是没有讲话哦。押沙龙在那边等，想说你把我找回来，竟然都不跟我说话。于是呢，他就放火烧了人家的田。他烧了一个人的田，叫约押的田。他不是烧他爸爸的田哦，他烧他，这应该算表哥的田。烧完之后，约押就很生气，出来说：“你没事干嘛烧我的田？”然后押沙龙就出来说：“你把我叫来，爸爸还不理我，我要找你们讲话，也没有人要理我，我只好烧田啊。”有没有发现，这是引起爸爸妈妈注意一贯的伎俩，对不对？以前想要引起爸爸妈妈注意，你会做什么事情？哈？捣蛋？什么捣蛋？就开始搅那个蛋黄吗？会做什么？我听过一个啦，他说他妈妈那个，他说他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也不是他妈妈有没有在都没差。就是只要他安静的时候，他妈妈就知道一定发生事情。我这个好朋友，他2岁的时候，他2岁，不是我哦，真的不是我。他2岁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在煮菜，想说怎么小孩都没有声音这样子，然后大概过了2分钟，就要回头看的时候，吓死人了！他拿2个菜刀，那边是剁地板。2岁的小孩知道什么是菜刀吗？然后是剁地板，剁地板为什么很惊吓？因为他的脚在地上啊，他坐在地上切，还好没切到他。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会因为他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因为苦无正确的方法，所以他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有趣，或者是他不知道那有危险性，但他做了，他只是想要得到注意，可是没有得到。在这件事情之后，大卫意思出来一下，就亲吻了押沙龙。但当时这个行为就是我要表示说，我有与你见面啊，你还是我很爱的孩子啊。但是这样亲完之后，又继续没见面了。
今天的经文来到了4年之后，我觉得心里好苦哦。如果今天你跟你的重要他人，这个人可能是爸妈，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某重要亲戚，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工作场合的一些重要他人，然后呢，长期不沟通，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最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押沙龙，他开始想要篡位了，因为他没有大哥，他好像也没有二哥，就排行来说，他就是下一任的王啊。然后今天的经文就开始了，开始什么？他开始跟很多人说啊，我好希望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当士师哦。士师就是当时帮人家审断事情的。有人说要当王才能够审断事情，所以押沙龙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我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一定比王更公正。好，所以大家应该要来听我的话啊。然后15章13节就开始，我邀请大家，我读一节，大家一起读一节 ，OK。有使者向大卫报告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了。大卫就对那些跟他在耶路撒冷的臣仆说：“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否则我们来不及逃离押沙龙。赶快走吧，不然他马上就到，会残害我们，杀光全城的人。”他们回答是：“陛下，我们都准备好了，照你的决定做吧。”于是王和全家的人以及臣仆都离开，只剩下10个兵匪看守王宫。王和所有随从离开耶路撒冷，就在城郊最后一座房子那里停下来。宫廷侍卫队从王面前经过的时候，王的臣仆都站在他旁边。600个从加特来跟随他的人也从他面前过去。王问他们的领袖以太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们一起走呢？回去留在新王那里吧。你是外国人，是远离自己国家避难到这里来的。你在这里的时间很短，我怎么可以让你跟我一起流浪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回去吧，带着你的同胞一起走。愿上主以慈爱信实待你。”以太说：“陛下，我指着永生上主向你发誓，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都要跟随你，是生是死，我都愿意。”大卫说：“好，继续向前走吧。”于是以太、他的部队以及他们的眷属都跟着上路。大卫和随从的人离开的时候，当地的人民都放声大哭。王过了吉伦西，他的随从也跟着过去，他们一起往旷野走。那时撒督祭司也来了，抬约柜的利未人也跟在他那里。他把约柜放下，等所有人民离城后再抬起来。亚比亚他祭司也在那里。王对撒督说：“把约柜抬回城里去吧。如果上主喜欢我，有一天他会让我回来，再看见约柜和安放他的地方。如果他不喜欢我，那么让他随意待我吧。”王继续对撒督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和亚比亚他要带你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平安的回城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边等你们的消息。”于是撒督和亚比亚他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并且留在那里。大卫哭着上橄榄山，他光着脚，悲伤地蒙着头。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边走边哭。有人报告大卫说，亚希多弗参加了押沙龙的叛变。大卫就祷告说：“上主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都落空。”大卫到山顶那敬拜上帝的地方，他忠实的朋友亚基人户筛撕裂了衣服，
头蒙灰尘出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跟着我，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你要是回城里去，告诉押沙龙，你愿意忠心地服侍他，像你从前服侍他父亲一样，并且尽你所能地主掌亚希多弗的计谋，你就是帮助我了。”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都在那里，你可以把你在王宫里听到的每一件事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亚希马斯和约拿单跟他们在一起，你就让他们把你搜集到的情报带来给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回耶路撒冷去，刚好押沙龙也在那时候到达。我们在读刚刚那段经文，是不是觉得很多人名，而且看到好像有很多的事，隐隐约约的正在发生？我们如果简单的讲，就是押沙龙他即将叛变，然后在他要叛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如何回应，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他身边的这些跟随他的，不管是臣子还是这些跟随他的外族人，他们怎么回应？但是我们很奇妙的是，今天的题目竟然叫胜过苦难的秘诀。有一些苦难是这样发生的，就是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有一个决定发生之后，内心所有的情绪、过去所有的累积，还有脑中所有的意念，开始纠结在一起，然后一个人突然好像觉得好难哦。你正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吗？如果你心里觉得这个世界总是毫不留情的把苦难丢向你，然后你好像要很努力的爬梳，然后去把它挖出来，好像要赶快这样子去把它安排起来。有可能这个苦难是有些人是身体的病痛，他一直在经历这件事情。有些人呢是一直在心情上，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平安。我不会说开心哦，我说的是平安。他不知道怎么让自己的心安理得。有一些人他正在经历的是一个经济的困顿，特别在这个世代，我觉得年轻人跟过去很不一样，是我们很容易找工作，但我们不容易找到好的工作。你同意吗？我们容易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有没有人要当车手？超好找的，你们知道吗？只要你在那 FB 看到跟你讲说，这个每一天那个钱有多少，可能有多少，那个就要小心了。很容易找哦，很容易录取哦，很容易赚钱哦，但是它不一定是好的工作。所以在工作上面要找工作，也是让人觉得好像在遇到一个很大的苦难。在19世纪的时候，1929年到1933年之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以当时的整个美国遇到了一件事情，在历史课本，我记得国中课本里面有写，叫做经济什么大萧条。在经济大萧条那个时候，因为一战之后，所有人就是遇到我们现在问题很像，就是一直通膨，一直通膨，然后食物快要没有了，然后食物变得越来越贵。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现在已经是发展过后一段时间，所以粮食生产得很快。但是那个时候的粮食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所以就遇到一件事情，经济大萧条，通膨非常急剧的往上走。你原本100块可以买一条吐司的，现在要1万块。不夸张，100万夸张吧？你哪来的100万买一条吐司啊？就在那样的时代里面，有一首歌开始朗朗上口。有没有人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这样唱，他说 ：“Jesus love me。”然后呢，会唱吗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然后呢 ？Yes， 对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这首耶稣爱我，我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是一个小朋友哦，他呢就唱这首歌。
他就唱这首歌，他就唱这首歌。后来呢，过了40年之后，他写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不是他写的，应该是他的这个对对对，这是华语跟台语。OK， 好，那个这是他姐姐写的小说。好，他写的这个小说，然后在写什么呢？在写一个孩子，他在即将要死亡的时候，他就在唱 Jesus love me， 然后就开始 This I know。这个小说就因为这首歌超级红的。为什么很红？因为当时这个孩子是濒临死亡，而后来他也死亡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人真的是快要没有指望，何况那个没有指望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大卫他现在是面对亲生儿子想要杀害他，夺取王位，所以大卫他是在逃难啊。大卫在逃难，可能是长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面对这个苦难？今天我们会讲到3个层次。牧师也盼望你可以面对苦难的时候，找到这个秘诀。苦难通常它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它常常会让人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可以先跳过，就是人会觉得很孤单，人会觉得被背叛，人会觉得全天下我最惨。你曾经有这个感受吗？我非常诚实的讲，我真的有过这种感受。我觉得天哪，全世界没有人爱我。我觉得天哪，我是一个人在面对全世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背叛感很深。但是今天他在讲的这个背叛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他人。如果你未来有机会遇到，那这会是一个预防针。如果你现在就在经历，神要给你的不是兴奋剂，而是让你的心平安。一个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个是他身边非常举足轻重的军师谋士。大卫面对到押沙龙跟亚希多弗，他们竟然联合起来要叛变。亚希多弗呢，他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其实有被很多人就是有被很多次提到的。诗篇41篇、55篇、109篇都讲到亚希多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这边呢，简单的讲，就是大卫从来没想过最意外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等下最后我们会读一个，当大卫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怎么祷告？我们可以来学这个祷告。牧师不是在诅咒大家说你以后会遇到苦难，牧师想告诉你的是，即使在这种苦难当中，你仍然知道怎么样来回应，甚至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行动。有人来报告这个大卫说，亚希多弗参加了押沙龙的叛变，在听了这些声音风声之后，而就在这当中，如果你是大卫，我想我们都会面对到这件事情。在苦难当中会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不用急着否认它，而是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孤独跟被背叛。而在这里面，另外一个很常会在苦难当中会给你的感受是未来该怎么办。大卫他知道押沙龙叛乱之后我们现在在听一个故事真的就是听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可能其实是我们生命正在经历的故事。他第一个想法是怎样？如果你遇到一件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他会怎样？就是他要 fight， 他要出来打，就是有人跟你吵架。有些人他的反应就是那我要跟你吵你没有比较有道理他就跟你吵起来。有些人会怎样？有些人就会在那边开始想说，他会僵化，你知道吗？你有看过你的朋友这样吗？遇到一个挑战或是危险的时候，他是僵住，他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你突然叫他，他会吓到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他只要遇到一个危险，他就先逃
哦，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不然就他就已经先不见了。你们还在面对这件事情，他说先逃之夭夭。这其实是心里面的基本机制，以上都叫做防卫机制啊。通常面对到未知，都会有刚刚我说的这些反应，这是很正常的，不用说哦你很孬哎，你很没胆哎，哦你很凶哎，你很坏，不用这样子回应，那就是每一个人他面对的机制。大卫他面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身边好多人啊，他是一个王啊，他是一个王，所以他身边会有很多的臣子。那在这当中呢，其中有一批人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加特人以太，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在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图，就是这整个犹大王国的地图的话，它应该是靠海边，左边有一个非常有名非利士人的城叫加特。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以太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以太他带了一群人离开了加特，然后来跟随大卫。可是他来跟不久之后呢，大卫就因为押沙龙叛变，所以他要逃。就这时候要逃的时候，就有些人会跟，有些人不会跟，他就是那个跟着他的人。可是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知道人啊，面对苦难的时候很喜欢拉战友，你知道吗？牧师最近受了一个委屈，有空我跟你讲我的委屈是什么？对啊，你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你看他们对我很坏，好，对不对？幸运，对啊，那个我需要一杯珍珠奶茶。我开始找战友，你知道吗？很多人他面对到委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开始找战友，他想要找到跟我一样想法的人，来告诉那个跟我不一样想法的人说他是错的，他是错的。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今天要讲的都是很自然的反应，但它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在这个苦难当中找战友，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大卫很特别哦，他要逃的时候，他是个王，王竟然丢脸到需要去逃。但奇怪，逃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个人格特质，就是他逃的时候后面会有一堆人跟着他，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吗？他还在逃那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有600个人跟着他，大家记得这件事吗？然后现在呢，他儿子要起来叛变哦，而且全国的人都支持他儿子哦。他要逃的时候，然后那些人要跟着他，Why？ 我每次在想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有一种致命的费洛蒙跟吸引力。如果押沙龙是长得俊美的话，这个人一定有特殊气味，像香妃一样这样。蝴蝶会跟着他，他就是这样子被跟。然后，可是大卫那时候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来思考为什么他这么做。他告诉以太说：“你来的日子不多，就是你跟随我的日子不多，我怎么好意思叫你跟我一起到旷野去漂流呢？”大卫选择不要让他跟着他一起去吃苦。他说：“你应该要去到新的王那里，效忠于他，过好日子。”大卫有很多很奇怪的选择，而第3个，在苦难当中，很多人会面对到很难说出来内心的痛苦。我其实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正在面对一些你人生很大的痛苦，然而这些痛苦是出于什么原因？今天牧师邀请你要来思考。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呢？就是他必须要逃离他原来住的地方，他必须要把10个妃嫔留在那里，因为他心里想，押沙龙再怎样是他的儿子，总不能对他们下手吧？结果真的对他们下手。后来押沙龙真的上演，跟他的这些妃嫔在一起。当时的这种行动呢，就叫做我在宣告我是王。所以之前王的妃嫔现在都归我，就应验了一句经文，就在大卫他得罪上帝，跟拔示巴的这件事情之后，当时的拿单，上帝透过拿单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你因为藐视耶和华，所以你暗中行的事情，
会在明亮中，会在众人面前会被人看见。你会看见你暗中行的事情，在明亮的时候被人看，在众人当中被人看。什么事情？就是他跟拔示巴是偷偷来，可是他的儿子会当着全国的人民的面前，跟他的妃嫔直接来。所以其实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哦，罪恶是一种影响力，罪是一种影响力。当一件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影响力，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影响力？我们怎么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选择好的影响力？我认为有3个层次。如果你要睡着，现在就要醒来，因为这3个层次要带领你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人生会遇到患难的时候，然而患难却会激发你人生正确的形象。患难会让你可以塑造正确的生命态度，患难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觉得大卫之所以犯那么多罪，但他仍然被称合神心意的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很成功的经历。如果我们真实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包括后来希伯来书，全部在讲雅各书，在讲大卫的时候，都在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不是说他是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王，都不是。他怎么面对他苦难？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正在面对苦难，牧师邀请你要先做一件事情，分辨一下，这是苦难吗？我要举例咯，希望这个笑话会让大家醒来。哦，不要再叫小明了啦，叫 Lisa 好了。好。Lisa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非常重视她的形象。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天生有什么自然卷，所以他睡觉有自然卷，早上起来会长怎样？君毅，你应该知道吧 ？OK， 还过卷。我现在年纪越大，越来越有自然卷超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睡起来之后呢，每一天头发都会长不一样，对不对 ？OK。所以这就是自然卷的困扰。可是他很希望他头发长一样，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每天头发长不一样。所以呢，他每天睡起来之后，天哪，我的苦难开始了。这是苦难吗？好，我是让大家分辨哦，我没有要公布什么答案，或是认为什么答案。然后有一些人呢，今天不是 Lisa 了，现在换另外一个人叫 Leo 好了。他去到一间新创公司，这个公司是做这个软体的 ，OK， 我们不管是台湾用语、大陆用语都可以。好，他是做这个的 ，OK。他有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主管，好，他今天已经就是按着他的计划做了80%，他主管就会出现跟他说，少1%。好，今天做了 OK， 今天做到85%，他主管会出现说，90%，这是苦难吗？当我们要来谈苦难的时候，牧师邀请大家要先想一件事情：今天有一件事临到你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情它是苦难吗？你怎么认定？我之前很喜欢讲运动哦，有时候就是运动是一个过程，不一定舒服，但是结束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舒服的。譬如说，我要做俯卧撑2分钟；譬如说，我要做伏地挺身50下；譬如说，我要那个后拱腰1分钟，不用啦，30秒就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不舒服的。我要问大家，这是苦难吗？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层次，牧师邀请大家要来想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这是苦难还不是苦难？很多人其实是自找的苦难哦，就是他把一件事情就认为它是苦难，然后他就在苦难当中行，然后他就觉得天哪，我全世界最衰，
可是他完全没有辨识，这会不会是上帝给你的机会？这会不会是上帝让你再一次省思你自己的生命？这会不会是因为你曾经做的事情，你现在还在付代价？大卫在这件事上面很清楚的让人看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从家庭关系开始，以至于一直演变、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到后来无法收拾的情况。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去分辨这是不是苦难。如果今天你跟你爸爸关系不好，你跟你妈妈关系不好，你跟你的这个重要他人长辈关系不好，其实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苦难或许是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再一次去跟他核对，让你再一次去互诉心声，让你再一次有一个机会彼此饶恕。所以第一个层次，如果你要写笔记的话，请先查验这是不是苦难。第二个问题出现啦，我怎么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苦难？其实很容易核对怎么核对？神的话，很容易核对神的话，神的心意啊，神的原则啊，神的属性啊，神的话是什么？我有没有按着公义？在公义中我有没有怜悯？怜悯中我是不是信实？我有没有与神同行？以上4点，如果你一一核对结束之后，你认为这是苦难，那它很有可能会是苦难。但如果你都没有核对，你就说这是苦难，牧师要告诉你，有时候我们人生最难的就是我一直在自找麻烦。所以第二个层次出来了，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苦难？不是，第二个层次出来了。在苦难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讲的都非常形上就是很多在脑袋中想的，这样讲比较容易懂。今天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自然现象，叫什么？大家记得吗？台风。台风天很想睡，对不对？我知道。台风天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有点闷闷的，然后有时候突然凉凉的，然后有时候突然下大雨，然后突然风超强。然后最近的台风我觉得超可怕，因为我家在那个很远的地方这边有直播。好，我每次骑来其实要20分钟，但我骑比较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然后我就到了，可能那个风很强，然后我每次经过的时候会有那个横切风出现，特别在那个快要到监理站，没有读阳明的，有一个地方一个大转弯，那边风超强的。我最近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机车竟然会扭屁股我在骑的时候，那个风在吹，在吹真的在吹。我要站在这边，比较看得到我的屁股。它正在吹，正在吹。什么在吹？台风在吹。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我的机车的后面是降的我没有甩尾，也没有压车虽然我骑车蛮快的。我就在那当中发现一件事情，我在这条路上超级怎样？危险。请问危险你会怎么做？如果你骑机车遇到14级的，14级不太可能，10级我们可能就送不了。就在那个当中，你下意识就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就是我要到安全的地方，对不对？要到安全的地方，对不对？那我问一下在苦难当中，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教会。十字架。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觉得在台风里面，我们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会躲在房子里，大家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你如果发现你好像在一个苦难里面的时候，请问你把你自己投入在哪一个地方？我好喜欢刚刚那个木轩讲的这个什么，这个属神的眼光，就是当他这么近的时候，因为你只看得到他。如果他是苦难，你就只看得到他，对吗？你把它放在这，你不看他，你要看哪里？难不成要这样看吗？但如果他是神的思想呢？你把它放在这里看，你一直在看他，
所以第二个层次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平安的里面，属神的思想里面？很多人呢会对基督徒有个质疑，其实我也很常会这样质疑。为什么要质疑？我觉得信仰是越思想会越清楚的，越去行会越明白的，越去投入越会有很多新的创思发生的。所以我很常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聚会会不会是一种自我催眠？我们的小组团契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安慰婕妤，婕妤安慰我。好，特别我们那天去净滩嘛，对不对？那个我看到2个，一个膝盖坏掉，也不是坏，就真的很像坏掉了。好，就是膝盖就一直没办法走路，要拖车要带他这样。OK， 去上厕所。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然后你知道吗？我很佩服就都这样了还去净滩，知道吗？我们在那里就是一个活活的见证，告诉你说，虽然我出车祸，我还是可以净滩；虽然我膝盖坏掉，我还是可以净滩，我还可以帮别人拍陪选照。这不是我的苦难吗？为什么完全没有在这苦难当中？因为我投入了神的平安，投入在神的平安里面。我很常会想，我们的聚集是不是一种自我催眠？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是一种自我安慰？我们的关心会不会是一种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好像有点成就，有点贡献？会不会我在拜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很常会想，到底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因为你一直把它放在前面啊，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催眠。其实你们的宗教很奇怪，我们很喜欢把一个东西放在他的前面，然后开始洗脑他。所以有些人不信主的家长呢，跟信主的家长他们结婚，然后他们对他们的孩子教养，很多的时候一方就会跟另外一方说，你都在洗脑他。但牧师讲到这，当然就是要来破解这件事。信仰绝对不是洗脑，因为信仰从来不是一种想法，而是生命的参与跟投入，而是生命的经历跟破碎。所以我要讲第3个层次。大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经历了第1个层次，他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苦难，是从他开始。虽然神饶恕他，但他也同时在付代价。他面对他孩子的教养，面对兄弟阋墙，面对遭遇叛变，他知道源头是什么。然而进入第2个层次是，他不是把自己放在以外的地方，我就是一个得罪上帝人，所以我活该受苦，而是他投入在从主来的平安，他在神的里面拥有属神的思想，所以他会告诉那个跟随他新来的加特人以太说，其实你不用跟我，你这样很危险。他没有要找战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唯一的战友是上帝。如果上帝不是他的战友，他再怎么躲藏也没有意义。所以当这个刚刚有看到2个名字，对不对？一个叫撒都，对不对？一个叫亚比亚他，对不对？这2个在当时是他们的大祭司，他们抬着约柜。以前的约柜正确的要用人来扛抬，他们就抬着约柜，然后来找大卫说：“因为你是王，我们要跟着你。”结果大卫竟然跟他们说：“你们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吧。如果神与我同在，他不是透过约柜与我同在。如果神与我同在，有没有约柜根本没差。我带着约柜，神不跟我同在也没有意义啊。”他非常清楚知道属神的思想。而第3个层次，我要邀请大家来思考，胜过苦难的秘诀，有的时候不是在教你怎么把苦难挪走，而是在告诉你，在苦难当中，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这几年，世谦牧师其实经过了有一些苦，然后很多同工其实也知道，特别近期应该会开始有一些新的挑战。
当这些好像是苦的事情来的时候，苦难的事情来的时候，我觉得神的操练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层次。我也很希望你在这个层次上，就是你知道这个苦难挪不走，暗嫩就死啦，押沙龙就叛变啦，你没有办法不可逆的回到过去，你们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个你犯的错误里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但是如今的你可以做一件正确的事，什么样正确的事？这是我心里认为第三个层次，叫做我知道我为了什么受苦，我为了什么受苦，以至于我把我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大卫清楚知道今天的这些苦的源头，然而我们面对这些苦，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境？其实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有些人喜欢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所以当他看苦难的时候，他永远都会说：“这不关我的事，就是跟他有关，这是因为他，这是因为他，这是因为他。”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没有问题。世界牧师在讲的是，这是你的自由意志。你可能在另外一个位置上是，我是一个受害者。你们讲的都是在讲我，我有够衰，我有够惨，我永远就是被看不起，我永远就是被讨厌，我永远就是无人爱。我之前有个幼稚园小朋友真的叫这个名字，然后幼稚园的园长还笑他，我说不行，这是人身攻击，因为他很喜欢用台语说他没人爱啊，我就不可以这样。家长要不要改名一下？哦，没有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受害者的情节里面，受害者的情节里面，受害者的情节里面。所以，当你站在这些位置上面，请问你怎么胜过这苦难？我就问你，请问你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我们开始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什么位置上真的很重要。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会决定我们能不能睡觉。我知道有些人是睡不着，特别晚上睡不着，因为他站错位置了，他躺错位置，枕头不对，棉被不对，床垫不对，其实是心不对啦。有些人呢，对，你看，就是我刚刚讲，王就跟撒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你将上帝的约柜请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到约柜和他的居所。他知道他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他知道神不是只有跟约柜同在，而在这当中呢，我们属神的思想有没有坚信？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诗篇，有人说这是大卫写的。他在面对到这些患难的时候，他说：“主，你是那个盾牌，你是我的荣耀，是让我可以抬起头的。所以我要用我的声音求告你，因为你从你的圣山上应允我。”为什么不是大海里，是圣山上？因为当时的山就是一种象征，就是那个保护会临到它。所以当我们开始去思考的时候，开始去辨识的时候，开始去投入的时候，投入什么？跟神有关的事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些人会说基督教就是很阿爸。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必被定罪。是耶稣定罪你吗？其实不是哦，是当你相信跟不相信，你已经决定结果，是在于你的信或不信，不是在于那个结果。而最后第三个层次，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了什么受苦，以至于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大卫他不是去找别人来哭，他不是去找
谁谁谁来想计谋。当然，我们如果看经文，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因为他把户筛派回去，他把这个这个撒都跟亚比亚他派回去当内应啊，因为不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他把他们派回去，就说你们就都回去吧，不要跟着我，跟着我没有未来啊。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他把其他人放在其他位置上，寻求主的医治和安慰。然后后来我们看到诗篇55篇就这样说，他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今天这个是你正在苦难中的人，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你觉得心里很难很挣扎，甚至你觉得心很累，我甚至连祷告都不想祷告，因为我无能为力。那这个诗篇，这是大卫面对到今天的苦难，他的祷告，也可能是你现在需要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一节一节的读，请。上帝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不要躲开不理我的祈求。求你垂听我，回答我，我因焦虑而疲乏不堪。仇敌的恐吓、恶人的逼迫，都使我烦乱不已。他们把灾难加给我，他们向我发怒，憎恨我。这是你现在的心境吗？我心充满痛苦，死亡的恐怖击碎了我。惊惶战栗抓住了我，恐怖笼罩着我。我切望有翅膀，像鸽子一样，能飞去寻找栖息的地方。我要飞到遥远的地方，投宿在荒野间。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吗？我要赶快为自己找避难所，好躲避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变乱敌人的口音，我看见城里有暴动骚乱。他们日夜在城墙上巡行，到处充满着罪恶灾难。到处有破坏，街上全是欺压和诡诈。当时押沙龙就在耶路撒冷城，到处帮人断案，所以大卫才这样祷告。若是仇敌作弄我，我还能够忍受；若是对头向我夸口，我还可以躲避。想不到却是你，我的同伴，我的知己，亲爱的朋友。我们彼此有过亲密的交谈，我们曾一起到圣殿敬拜过。愿死亡突然临到我的仇敌，愿他们活活地坠入阴间，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内心都充满邪恶。但是我要向上帝求帮助，上主一定会拯救我。无论早晨、中午、晚上，我要向他悲叹申诉，他一定会垂听。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从太古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听我，挫败他们，因为他们不肯改变，不敬畏上帝。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嘴唇比奶油还要滑，心里却充满仇恨，他的言语比油还要柔软，其实正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把重担卸给上主，他一定扶持你，他绝不让义人失败。但上帝啊，你要把凶徒推入死坑，你要使骗子夭折。至于我，我要一心信靠你。我们再读一次22节。
把重担卸给上主，他一定扶持你，他绝不让义人失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牧师要邀请大家想一件事情。我想，不论我们错我们对，苦难就是会临到。不管那个苦难它是什么样的形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是苦难，有的当然是一些可以改变的习惯。诗谦牧师要邀请你，在这段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这是大卫的祷告。所以如果你不会祷告，你觉得心里很苦的，然后你真的遇到一件苦难的事，你可以把诗篇55篇拿出来祷告。诗谦牧师想邀请你的是，其实我们人生都有可能会遇到苦难，它可能是未来式、现在进行式、过去完成式，不管是哪一个。但是有一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到现在深深相信的，就是我的生命要对神负责，我的生命要对神交代，我的生命为我负责的是我的上帝，我的生命为我预备的是我的上帝。所以当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知道这件事很难，因为有时候要做坏事其实比较容易，有时候要有坏念头直接去执行，其实好像比较痛快。但是在大卫的祷告以及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都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绝不让义人失败。牧师只想邀请你，在苦难当中得胜的秘诀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我是不是个义人，我是行在义中，行在神的道路中，还是我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路。不用因为别人的罪恶而成为自己也成为那个罪人，不用因为别人的小信所以导致自己不相信神。我知道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有些人心有戚戚焉啊，因为你正在一个环境里，可能大家对神的信靠很低落，信心很软弱，随时都想要辩解，随时都想要背叛改变。但是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神学，就在撒母耳记下12章12节，说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下使这事显露出来，让全以色列看见。上帝透过拿单对大卫说，也是对我们说，所有罪恶的事，人是隐藏起来做的，却会在光天化日下被全国的人看见。也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让你受委屈，但神也秉公行义对待你。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义人，而不是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诗歌，神是我们的力量。为什么是我们的力量？因为就算我们很软烂，就是因为我们很软烂，我们才会知道那个力量是从上帝来的。如果你已经很有力气了，你的力气就是你的，你怎么会经历到上帝的力量？就是因为你很软烂嘛，我没有力气，所以你更知道扶持你的是上帝，然后就一步一步，一个层次进入下一个层次。我开始知道什么是苦难，我开始知道即使面对苦难，我要去到哪里比较安全，然后即使在苦难中，我知道我为了什么受苦，然后我把我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要用这首歌来回应，成为我们的祷告。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
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明天的日子是一个受洗圣礼点日子，明天只有一场礼拜10点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再唱一次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来祷告。可是在这个祷告之前，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明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在我们当中呢是祖孙3代都一起信主了。第一个是佳琪，好，上次我们听了那个5年的见证是景玲阿姨，好，然后你们知道明天是谁受洗吗？明天是景玲阿姨的妈妈要受洗。如果这5年当中她不相信神，明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如果10几年前她不相信神，这5年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感谢主，这是一个苦难，看到了吗？你生命中的苦难，你看到了吗？那你有没有站好位置，看看神在你生命中怎么行大事？是疾病吗？是心里的苦闷吗？世谦牧师非常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不一定你会直接经历到，但我确信他是公义的。他的公义要临到你和你的家，他的公义要临到你跟你所在的地方，他的公义要临到你的公司、你的学校。从谁开始？从你开始。所以你很软烂吗？神要给你力量。所以你害怕吗？神要保护你。我们开口，我们要一起再一次敬拜我们的神，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
献，神喜悦我们的神以心意为优先，将收入的1/10分别出来，成为神圣独特的。他也看重我们愿意摆上的心。你赐给我一颗心，为主你焚烧的心。你赐给我一双手，可以为主服侍的一双手。你赐给我有一双脚，不辞辛劳奔行主的道路。你赐给我一张口，为主你来歌唱。我一生要为你所有，我献上唯一，因你先爱我，为了我生命在十架上，我全心赞美你完全恩典，你是配得我来承受。最初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仰望你。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是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越能明白你的心意，我也就越能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跟平安。主，但是在患难当中，要显明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也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主你悦纳，也愿为你的圣工所用。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那我们再次来求神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脱离那苦难，找到脱离苦难的秘诀。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出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我们仍然要赞美，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让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只要向你祷告，这一切我的都可以。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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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
来的恩典。愿阿爸天父你永恒的慈爱，信实不改变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你十字架上宝血跟救恩，临到每一个此时此刻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渴慕相信你，渴慕活出相信你行动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愿我们一起领受从主来的信实和公义，也愿我们的生命活出敬畏你、荣耀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